仲有一句説話，講咗一樣嘢。總之你記住，樓價升唔跌，唔係喺政府落幾辣椒，係咧大陸經濟點樣。大陸經濟一冧咗嘅話，就樓價香港樓就冧噶啦，知唔知道啊？最後講埋呢句説話，真係啊！大陸經濟係冧定唔冧係好影響，知唔知啊？就算加到20%、30%都好，大陸經濟唔冧，一樣有人嚟買。但我唔係喎，大陸經濟而家冧緊嘅咯，就爭幾時冧嘅啫。大陸經濟一冧咧，香港樓市就跌㗎啦。我話俾你知道啊，佢落幾辣椒冇用㗎。咁啲樓唔係香港人買，大陸人買，大陸人買第一個單位都係要俾稅㗎啦。其實就唔係淨係香港人買啊，香港人就第一個單位唔使俾稅，但大陸人就因為外籍人士就係買樓係俾印花稅㗎。咁明顯嗰啲招數針對大陸人嘅，但係即係唔係即係冇香港身份證嘅人啊，外籍人士如果你有香港身份證，都係都係個香港居民㗎嘛，都係可以唔使俾稅㗎嘛。第一次係咪咁講啊？但係咧，而家唔係嘅，佢咁樣搞法就真係我話俾你知道，其實咁樣就唔掂。但係佢黐咁走就走。而家係等 ICBC 爆一鑊勁嘅嘢，等佢死。其實嗰啲銀行都揦嘢嘅喎，銀行借咁多錢俾嗰啲人去買樓，如果啲人冇錢去還債嘅話就死嘅咯。即係啲人啲樓價去冧咗之後冇錢去還債嘅話就出事嘅咯。銀行都好大鑊嘅，講真。呢個係一個好大問題嚟嘅喎。咁中國搞埋咁多嘢，中國其實經濟係好大影響嘅喎。對世界，因為啲人亂嚟嗰啲人冇節制嗰啲人以為好升，其實係亂咁嚟嘅喎。係即係佢哋以為係一定會升，但係其實係唔一定嘅。同你講，就係咁解。就爭個引爆點。總之，最好大亞灣嗰單就即刻爆，大亞灣一爆咧，香港樓價就跌㗎啦。唔知好多因素都導致佢㗎。而家就一支好強嘅實力，好強嘅力量，就係大陸嗰啲熱錢不斷去湧入嚟香港。所以點解其他辣椒係針對大陸人嘅？你見到其他辣椒唔係針對香港人去整嘅，佢樓市辣椒啊講緊。但係我同你講，佢呢一劑咁強嘅力量咧，就已經係強弩之末就嚟冇力㗎啦。即係佢大陸嗰啲人嗰啲力量拱啲錢就拱到嚟就拱到冇乜嘅，即係啲大陸可以流動資金去買錢嗰啲熱錢就嚟冇晒㗎啦。咁啊 ICBC 嗰啲錢啊唔係話攞出嚟就攞嘅，咁啊 ICBC 一攞出嚟 ICBC 爆煲㗎啦。ICBC 其實啊嘛，佢咧就好大問題㗎。啲人人民幣咁唔掂咧，啲人就會攞錢出嚟買樓嘅。但問題咧，啲人咧即係就唔會擠提嘅，擠提佢死啦。講真，即係 ICBC 就唔會有問題嘅。但問題人哋過嚟買咗樓嗰啲錢，你當年係以人民幣嗰陣係好高價，譬如係話1000億美金去借俾人哋嘅，而家咧還翻嚟嘅人民幣，即係收翻翻嚟人民幣咧，就得900億嘅啫。你知唔知我講乜嘢啊？你諗下喎。呢個係問題啊！首先我話 ICBC 實爆就咁解，ICBC 係好危險噶。你話 ICBC 真係好危險，你唔好睇個市值咁大，大佬佢其實佢個匯率一喐咋，玩完啦！你講你佢揸住幾萬咧，佢唔掂，佢市值係 hold 唔住啊！我同你講，我話啲股市係唔應該救唔應該，因為你中國有好多問題，好多危機係好多炸彈要爆，你唔係可以一次過就。你唔好諗住攞住10萬億幾多啊！其實你對住香港對住中國13年啦，其實唔係好多㗎咋。你可以十幾萬億，攞住幾十萬億嘅外匯儲備唔係好多㗎咋。你睇下好快用晒，我話俾你知好快用晒。你儲得快用得快，我同你講。
你前幾年中國經濟增長你可以儲得好快，你而家跌得好快㗎，你子彈好快冇晒，講真。你赤字好快玩完㗎，同中國啲赤字都好多㗎，中國赤字嗰個外匯多咁解啫，人哋而家唔係大佬。佢根本上夠錯晒，亂咁嚟㗎。就咁解。總之就係我可以話俾你知道，因為 ICBC 啲爆佢唔係熱錢喎，人民幣你跌就可以即刻攞出嚟去用喎，大佬。問題你可以去香港銀行嚟唱㗎，有人受你玩喎。ICBC 爆佢，中國政府唔俾你喺銀行撳錢出嚟買樓啊，咁你咪死咯，知唔知道啊？銀行係可以控制喎，人民貨幣難控制啲，銀行嗰間機構好易控制啊，大佬。譬如佢有啲咩冬瓜豆腐嘅 ICBC 有咩事嘅爆煲嘅話，佢限制你每日淨係可以撳100蚊人民幣出嚟，你咪淨係撳100蚊咯，你咪撳唔到錢，你咪撳足10年先撳到100萬咯，你明白未啊？咁咪撳十年都唔得，撳10年都係撳到30幾萬啫喎，每個月撳100，即係每日撳100蚊嘅話，你慢慢撳咯，撳到你撳到為止咯，就簡單，即係你淨係每日呢撳100蚊出嚟，咁你攞唔到錢出嚟買樓㗎，就咁解咯，唔講住啦，OK。